喂，咪住啊！仲有啊！大家都翻晒嚟啦！7年嘅時間快到好似眨眼咁。喺我面前嘅 Harry、Francis、阿 Mark、阿 D 好似冇乜變化，但又好似變咗好多。Sherry、Jackson、Oli、志哥、Gaga、牛哥、阿 Ben、Carter、Leo、Mambo、嘉樂、Freddie、阿坤、海生、面面，一個個志同道合嘅身影，響7年嚟唔同嘅時間選擇加入容兒呢個隊伍。歌詞都有寫，身邊嘅人呢總係來來往往，而實在太難得，容兒好榮幸同路人依然並肩同行。7年嚟，哪怕我哋之間有個爭辯，有個牢嘈，但係團隊依然相互信任、相互依靠。設計師之間會相互競爭，但係又會共同分享，一齊進步。銷售同埋裝修團隊之間呢，總係互相助力，真正落實一條龍嘅服務。其實一句合作真係唔難，見過太多分分合合之後，我哋更加珍惜1年又1年嘅並肩作戰。一班價值觀一致嘅長期主義者選擇咗一齊做一件長期嘅事情，呢個就係志同道合最好嘅解釋啦。時間磨合嘅默契、信任，一切都無需多言。時間從唔出聲，但係總是自有答案。10萬粉絲，有人只需2個月。容兒選擇咗細水長流，用咗7年嘅時間，2000幾嘅視頻，就好似7年前種下咗一棵小樹苗，如今1年又1年，慢但係茁壯成長。7年嚟，真真實實嘅10萬位朋友，可能因為某一個視頻提供咗幫助，而選擇咗撳下 follow 呢個 button。亦都有朋友發嚟致謝，感謝喺佢人生路不熟嘅新環境，有容兒呢一支慢工足嘅幫助。但係調翻轉頭講，又何嘗唔係因為有陸陸續續追隨容兒嘅朋友們，你哋俾到嘅信任同埋鼓勵，支持緊容兒一路向前。
7年嚟，容兒亦都有好多嘅不足，亦都有各路朋友通過各種方式俾咗容兒咧好多嘅建議，就好似幫呢棵小樹苗施肥淋水，幫助我哋逐步成長嘅。鏡頭記錄咗容兒幾年嘅點滴，而好多好朋友伴隨住容兒經歷各種甜酸苦辣。10萬粉其實係10萬份信任，係10萬分感激，而我哋會10萬分珍惜。10萬對於容兒工作室嚟講係一個里程碑，我哋選擇咗時間自有答案作為紀念呢個里程碑時刻嘅主題。7年嘅時間已經有咗第一份嘅答卷，流水唔爭先，只爭滔滔不絕。容兒唔急，我哋繼續日復一日嘅沉澱。下一個7年，時間依然會有答案。勁虛係嘛？架勢嘛？超架勢呢個。唔使7點都可以睇容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容兒嘅朋友們，容兒嘅精神股東們，我哋今次咧10萬粉活動好榮幸邀請到各位趕響颱風前都嚟參加。咁頭先啱啱大家見到咧。
玩佢生活so easy。容易10萬粉絲啦！恭喜容易10萬粉絲啊！黃老太生命最珍貴嘅牙，自認精明過人。哎呀，執輸行頭慘過敗㗎。早晨，早晨，喂，有個筍盤好啱你啊！啱啱收到通知咧，有特價，深中通道落橋位嘅樓盤升值潛力高啊！我淨係發俾你一個咋，千祈唔好同人哋講啊！哼，搞掂。黑哥，冇一個人可以走出佢嘅手指啦。點啊點啊，係咪好正咧？唔使現樓噶啦，依家唔怕收唔到樓噶啦。你睇下呢度幾好，呢度咧嚟緊就係128層嘅寫字樓同埋酒店。呢度係咪比現樓仲好咧？唔係喎，諗下，阿黑都係隔離嗰區好啲喎，嗰度好多香港人喺度㗎。嗰區有咩好啊？大毛坯好啲。梗係精裝修好啦，買幾件家私就可以入住，裝修費都慳翻唔少啊！嗱，呢個特價單位咧，淨係今日㗎咋，天口咁熱，嗱，我帶你去睇下啦。買樓喎，大嗱百幾200萬，以為買棵生菜咩？最驚俾人黑 sell 㗎啦！冇走啊！都話咗你㗎啦，上嚟睇樓最驚就係俾人哋黑 sell 㗎啦。冇錯，因為我哋唔使黑 sell， 我哋熟知每一個區域嘅各種配套，我哋亦都知道每一個樓盤嘅優點同埋缺點，每一個戶型點樣裝修先至係最啱你嘅。從生活嘅服務配套到醫療資源嘅配置，我哋一早已經做好功課啦。Hello， 黃老太。喂 ，Mango， 你話㗎係咪真係唔黑 sell 㗎？容易置業，勁專業，唔黑 sell。咦？呢個唔係阿黑哥？喂，唔係啊，我係阿 Ben 嚟㗎，我黑 sell 啊，老細叫我扮咋。容易置業，勁專業，唔黑 sell。Hello， 我係 Mango。容易置業，勁專業，唔黑 sell。我係阿乜？ Hi， 我係 Leo。我係 Kaka。 Hello， 我係阿 Ben。我係坤。我係嘉樂。我係海生。 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綿綿。